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咧介紹嘅咧就係我煲咗呢一個好簡單又好潤嘅湯水啦，好適宜呢一個乾燥嘅秋天飲嘅。咁有蘋果2隻啦，雪梨3個，百合啦、陳皮啦同埋南北杏嘅。咁我咧就將啲蘋果同雪梨咧批咗皮啦，然後切咗啲肉出嚟，咁然後咧就凍水落啦。跟住咧就將啲南北杏啊、百合啊洗乾淨啦。咁陳皮就我自己曬嘅，所以乾淨。咁跟住咧就擺啲排骨頭落去啦，因為啲排骨頭新鮮，我就冇出水啦。咁大火煲滾咗之後咧，就轉細火，咁咧就煲佢個半鐘啦，咁就可以噶啦。大家都試下呢個湯啊！我冇落鹽嘅，因為呢個係甜湯。好啦，今日介紹到呢一度啦，記得點讚、分享、訂閱同撳鐘仔啦，拜拜。